今朝是中秋之夜，那正港金山脚上港边浪有一条花树，一根旗杆十重云霄，金卧龙汉王旗两根飘荡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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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随风飘荡。上头没几个字：开宾王，下头对打一个上。提起此人赫赫有名，今年66岁，富贵双全。开平王上傲上暴动，因为年过花甲，膝下父子，所以此番奉旨出京嘛，天下君子。但是一个秋子对下来，500个小男中意，所以王爷多如中场，闷闷不乐。难道是我上傲命中注定？金山竟是500儿子啊！两斗金花三十月，一双宝石定几阔，国家遇难思良家，神道年马方子身在日之间上岗里与你喊居民，王爷得弄不到，来有奋得江中与人红军，说去杀那来打。随我把军答应一声，往外头去，发动一些伪军中场。回王爷，奉命查看江面，救济一位落水的孩童，请王爷定夺。哦，我上岗里举起来个男小人啊，王爷倒蛮开心。阿为苍天与爱，晓得我上了500儿子了，今朝8月中秋，送个儿子给我们。要紧一声吩咐，说说与他跟无意境，中场进那进打。那么为出来打三人换衣裳，根本是忽然让落得来3人衣裳。所说王爷想得个儿子发气。此番离开王人当口，拿小奴1岁到20岁，1年4季的衣裳谁做好了？现在衣裳换好了，把军喊一声：“来，王爷吩咐，中堂觐见。”嘿，是来了。今朝举起来的小奴是松岗边刻神台子后领的独养儿子。今年13岁，叫侯尚德。虽然讲年纪小，但是知识达理。现在答应一声答进中场，只看见片区当中坐下一个奶奶，左手3把，人事一般，身浪向大打扮，威风凛凛。所以自家走走进进，大步上前。啊，万日千岁！乃同开地万日千岁，居民之恩。说出来稀奇，人打人旁头就要啥有人有人法。等小奴达到里向，王爷只觉着眼睛门里唰一亮，哎呦，哎呀人气啊！忽上忽下，忽胖忽瘦，忽黑忽白，做侬儿子技巧真好，就是一看就看中。不是。罢了，都是万日千岁。答应一声，忙进边浪向一立，恭恭敬敬，莫不下事。一看就晓得有家教，来了浪2口松，送下了。哎，万日千岁身上哪与内动的手为？有啊，时代松容不发。是，内动随手，眼眼睛睛过来，身体受定，真正得来灯子，一点点，
一看个受相比例相还要好，受了还四平不稳相之中。实干好的时候，哪位上岗里还居民？不不，李小家喻户晓，小小年纪，真样上将女人呐！哦，要27岁，内都革命。松冈保镖的镖客叫侯林，如今赛得何去？都无这位，我非判的一是罪。谁言三义把君从军去了，与那某君西来同相惜，十地事都将付去。这是可怜呀！我没追求，风去临此地。听得王爷一抱起，啥么子啊？天下世界有10万种娘舅，
我想你骗出来望进上缸里一躲，你有的望进上缸里躲，你发送给我啊！我就灭不啥个苦了了。姑姑，是。今年几岁？新人民在。南东明湖海上的13岁须发口用13岁叫海上的，是你叫海上的，海上的谁是你呀？啥大要好个来？阿为个名字不还见个叫？是啊。王爷开心啊！这个小女民工当中指定是我的儿子，啥地方爷娘那里养出来个名字已经起好了，叫后上德。啥叫后上德？后上德，后上德，谁是讲后家里向儿子你上岗门来德，叫后上德。我不跟妹妹讲，我是王爷哎，阻止我的儿子，谁是当今的家主呀？非但面孔要登样，而且肚皮里向要挪荡得去。是啊，让我来问问看。姑姑，王日13岁，谁的家中便是为是学问，为是练那么像那种的是坟墓居，坟墓才欢喜啊！一般的小人都是师傅肯礼服，李知府读不进书，你叫是坟墓居哎。我的哪个元帅？我家弟弟海林收税。昨日干后令江湖保镖一家英勇，肯定高儿子当当球，踢踢腿，讲讲身。分的你，是你追功引龙之子，我家属楼大人追兵监督。老伴与追引龙的儿子追兵高里读书，追兵是松江的才子啊，才子的学生子可是不会太白的落的。是吧？让我来点点你个斤两口。计算许子，本盘道与公上礼在此。请问是圣山里？昨日来三个，啥子么闲话听得起？我是我有一个上礼，你客气得了，天南王爷四上礼，这怕呢？这怕我是我有一个上礼，你面孔一白，王爷天南放魔，可是放女人不用上的。本位的上礼是，请见。本位的上礼是，请见。本位的上礼是。哎呀，不要，根本是好分是俺别讲，一个上礼也吃不吃，不是吃不吃，还是蛮难吃。我吃的身体，小奴对不吃，说起来我个把年纪，起码里3年。那么我吃的菜地，不一袋人带出来，说起来王爷先生还是个比较好，那吃得这2钟头没上礼，我也不理看不起。一动脑筋，不生不切。本位的上礼是真言。山高路稀，开小子送我下水。耶咧！不假是说特可以吃。对啦，内洞的下联是风接浪高，秋雨翁皆在为州。好啊！到底3次个学生子，上里是3家路线口内做大人，落得去做大。里个河里风急浪高，钟楼伯伯好少为州来。上里是小子，下里是渔翁，对他也好。怎么这个？
今朝让我去个内地的再来试试的。王爷抬起头来，对手窗外头一看，前巧看见上岗面上经过两只船，前头一只唱个帆，后头一只摇个龙。看到个钟灵花动一动脑筋，上里到鱼子。不过王爷只在喊不啷的角落山门一塌瓜子好分散了浪子。不，万日千岁，本盘与公上礼在此。请见。喏，两只并引，龙首拿去反馈。用心听听字眼差不多，其实比刚刚的难得多些。两只并引，两只手一头拉开，龙索摇落的速度真就飞快，那还觉得让唱反的来得快。但是意思当中有意思，里向后两个功能，一个是龙索，一个是飞快。那非但要带出意思，而且呢要违背两个功能。买卖的香啦，是。傻得一听，第二个上里了，比第一个难得多着。不过小奴真个聪明，眼睛一睁嘛，万日千岁，来动对水了。顶多意思带得出，工人是随便他不着。对，有啦。来动的下联是。把应是之，敌情真绝相哎呀，这个小奴是神动啊！把应是罪，不样要起一头来一罪。敌子三是清上，那还觉得让小来的后人，敌清小后还是两个工人。根本说兄弟吧，非要玩一个上里，是一个上里，是一个上里，玩一个上里，弄得小奴紧到着做。根本王爷，我的还有一个上里，我要不理龙江特个。理下来像周礼呀，一对龙江比江呀相比少。傻得一口，一塌瓜子带着两个上屋里，说五百张。好像我在书房里向个嘴边说对子。也几十个一对的来，个南不啦，我得有两个那里。万日千岁，啥意的来海不忘非礼仪，想南风精神得与几个上礼在此。杀错杀的再难快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上街上有几个上礼，一家我行不是了。哎呀，本外平生再喜欢年事大胆。不过今日对头脑胀，不能再对了。王爷的还没话的给。王爷开心啊！各种小奴的脑子灯笼也没进去的。真呀！讲到喉咙口叫啥讲不出。要想讲一声，你们不要在。我这把年纪500儿子，今朝到那朋友们两吹吹吧。答应门唔少，一对回头是我在老面孔把得落大去啊。所以不过头来在边浪向排军看看，帮忙娘，我龙江屯到抽手面娘。这两个排军侪是心腹领得清，邀请打仗来。这个小孩子，过来。不瞒你说，咱们王爷千岁看中你了。叫你做他的儿子，做我们的朱之爷，你看怎么样啊？这个呢？是啊，你看怎样？万日千岁，用心。好，这个小奴呱呱叫，老发一个小人叫本人一声要换他一个心，这个是大事体。根本我不来别来。买卖的香啦，是。
这麒麟子，送进我山门，我在头乡。如果肯做我儿子，上门以后，我心满意足。不知你阿答应我？哪还答应着？搿组织那个儿子后家里向头中才是。啥个？为是让我回头？啊，往日吹水，想难懂呢。哎呀，对不走去看见王爷和别人们，搿嘴我咕嘟已经咽下去。老实看我不是一般真的苦呢。王耀翠在眼睛接头嘴巴张开，盯了个子对我骂，母腔西毛在了我身了。如果是今朝撇开回头时，老了卑微的伤心。那么再说，今朝娘舅弄我夺进上岗，不是那王耀怕人搭救，我已经葬身鱼腹，乃是我的救命恩公，终身之娘，为之报恩么？我还应该答应。但是答应之后，家里向也弄家，是不是今朝上得终于为难？自家还想是想，有真的。但是眼睛们就让我答应做了一个儿子，吓得那王爷身份没头，组织那个是一般，我与爹的用功尽都尽有口力。等到将来得上功名，我可以当我要身有力王，后家里向还能给送正门里。等到将来得长神神，我后让两个财富不特来一个一字上天。对，啊，往日吹水，山盟带恩内动，恭敬不是送命那里呀？姻缘了，姻缘了，当真的姻缘了，当真姻缘。王爷开心啊！小奴实力为得答应。对郎向七龙步真正，身郎向四照金水王袍理一理，虽然讲受没受了等子啊，但是这个心跳过本，杀鸡们落在第一趟走呀，累得个紧张。上得教训我写字出来，哎呀，想想王爷，那么60开我第一就走呀，跟我发当年说做儿子13年，与子今年哪里在？写得官，搿种强烈是关照我称呼一声，那么总之哪个儿子啦？应该见那上父王，对父王发亲热，在他们弟弟里，见里上海父王，哎呀，还是太俗气。那么见里上亲父王，还不就该，我发自里的听样个哟，比王爷多心当子我出力没头了这个。想到今朝8月中秋中唱恩家父子们，有理，上得重新真正意在大不伤心。不往七岁飞上，乃动可飞。儿啊，恩不完。罢了。是。棒之手下，深海感受。儿啊，不完。儿啊。不晚7岁，儿啊！不晚7岁啦！这真是上岗特喜少年郎，恩杰父子走金榜，披头结束，倾听我当。那么回出来打3人换衣裳，根本是古旧郎落得来3人衣裳。所说王爷想得个儿子发气，除非离开王人当口，拿小奴1岁到50岁1年4季的衣裳谁做好了？现在衣裳换好了，把军喊一声：“来，王爷吩咐，中堂觐见。”恩师来了。今朝举起来的小奴。是松岗边靠神台之后领的独养儿子，
今年13岁，叫侯尚德。虽然讲年纪小，但是知识达理。现在答应一声大进中朝，只看见片区当中坐下一个奶奶，左手3把，人似一般，身浪向大打扮，威风凛凛。所以自家走走进进，大步上前。啊，万日千岁！乃同开地万日千岁，居民之恩。说出来稀奇，人打人旁的就要啥人有人法。等小奴达到里向王爷只觉着眼睛门里唰一亮，哎呦，哎呀人气啊！忽上忽下，忽胖忽瘦，忽黑忽白，做侬儿子技巧真好，就是一口就口中。不是罢了，都是万日千岁。答应一声，忙进边浪向一立，恭恭敬敬，莫不下士。一口就晓得有家教，来了浪2口松，送下了。哎，万日千岁身上哪与内动的手为？有啊，时代松松不发。是，内动谁手？爷爷静静过来，身体手定，真正得来灯子，一点点。一看个手相比例相还要好，手了还四平不稳相之中。实干好的小奴哪位上岗里还居民？不，李小家喻户晓，小小年纪，13岁叫黑上德，是你叫黑上德，黑上德谁是你呀？上大要好个来，阿为个名字不还接个叫？是啊，王爷开心啊！这个小奴民工当中指定是我的儿子，啥地方爷娘努力养出来个名字已经起好了，叫侯尚德。啥叫侯尚德？侯尚德谁是讲侯家里向儿子你上岗门来的，叫侯尚德。我不跟妹妹讲，我是王爷哎，阻止我的儿子谁是当今的家主呀？非但面孔要登样，而且肚皮里向要挪荡得去。是啊，让我来问问看。姑姑，万日千岁，13岁，谁的家中便是为是写文，为是练那么像内动的是坟墓居，坟墓才欢喜啊！一般的小人都是师傅肯礼服，李知府读不进书，你家是坟墓居。我的哪个选谁？我家弟弟海林是谁？昨日间后令江湖保镖一家英勇，肯定高儿子当当球，踢踢腿，讲讲身。分的你，是你追功引龙之子，我家属楼大人追兵监督。老伴与追引龙的儿子追兵高里读书，追兵是松冈的才子啊，才子的学生子可是不会太白的落的。是吧？让我来点点你个斤两口。计算许子，本盘道与公上礼在此。请万日森山里。昨日来三个，啥地么闲话听得起？我是我有一个上礼，你客气得来，天南王爷私上礼，这怕呢真阳上将女有难。要万日千岁，内都改兵。
谁是谁？松江北边的镖客叫侯林，今朝是中秋之夜，那镇江金山脚上江边上有一条花树，一根旗杆十重云霄，金乌龙汉王旗两根飘荡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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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随风飘荡，上头没几个字：开平王，下头对打一个上。提起此人赫赫有名，今年66岁，富贵双全，开平王上傲上报道。因为年过花甲，膝下父子，所以此番奉旨出京为天下君子。但是一个秋子对下来，500个小男中意，所以王爷多如中场，闷闷不乐。难道是我上傲命中注定？金山竟是500儿子啊！啊，两斗金花三十月，一双宝石定几阔，国家遇难思良家，神道年马，方子身在日之间，上岗里与你害居民，王爷得落不得。来，有分得江中，与人红军，索取杀那来打。随后把军答应一声，往外头去，发动一些伪军中场。回王爷，奉命查看江面，救济一位落水的孩童，请王爷定夺。我上岗里举起来个男小人啊，王爷都蛮开心。阿为苍天与爱，晓得我上了500儿子了，今朝8月中秋，送个儿子给我。要紧一声吩咐，叔叔与他跟无意境，中场进那进竞赛的何去？都这位我非他的也是罪，谁言三年把军从军去了。
了。与那某句喜来同相惜，十地的事都讲付诸名归。实是可怜呀！我妹追逐风去临此地，哪知我梦句心态凶，将我推至山家中。听得王爷一抱气，啥么子啊？天下世界有10种娘舅，我小奴偏出来望进上岗里一躲，你有的望进上岗里躲，你发送给我啊！我就没法啥个苦了了。姑姑，是今年几岁？姓人名传。